Aicho si hogara-kara nga kang makajiana nga。夫妇说这首歌哪里版是在排湾族的传统结婚典礼，这个是专门为头目家族的公主唱的一首歌曲。那么在头目家族结婚的结束，一定要唱这首歌曲。哪里版这首歌的含义里面呢，有祝福，也有期待下一次再相见的意义。